今日為大家帶來嘅一本書叫做《蠢人基本定律》The Basic Law of Human Stupidity。原本呢一本書係用英文寫嘅，雖然作者係一個意大利嘅經濟學家，但係佢偏偏就唔想將呢一本書由英文翻譯為意大利文或者其他嘅語言，因為佢就話啦，只有英文嘅讀本先至能夠令讀者充分理解呢一個蠢人嘅基本定律。直到1988年嘅時候，佢先至肯答應人哋翻譯成意大利文，而且仲有一個好有趣嘅書名叫做《快但不過快》。呢一本書裏面，佢介紹咗5條嘅蠢人基本定律，大家要回想翻有冇一啲咁嘅蠢人喺度咯。第一條，原以為理性又聰明嘅人，最後卻變得厚顏無恥又愚蠢，而且呢啲愚蠢嘅人會日復一日，如無限輪迴咁樣去騷擾別人嘅生活，係喺你毫無預警嘅時候出現喺令到你最尷尬嘅地點啦，或者最唔適合嘅場合。第二條嘅蠢人基本定律，書裏邊有提到，當時歐美嘅國家流行嘅文化趨勢就係認同每個人生出嚟都係平等嘅。遺傳學家同埋社會學家就更加竭盡所能，發明咗唔同嘅公式啦，或者一啲科學嘅數據啦，去證明其實人係天生平等嘅。假如有唔平等嘅狀況，其實呢啲都係屬於後天 nurture， 而唔係屬於天性 nature 嘅關係。剛剛相反，作者完全唔同意呢一個論點。作者堅持相信人類並唔平等嘅，基本上係分為蠢人同埋非蠢人兩大類。佢哋嘅愚蠢就好似血液咁樣留喺身體裏邊，係天生嘅，係自然嘅。喺你哋身邊有冇發現呢一啲天生嘅蠢人呢？作者亦都提及愚蠢嘅人係不分族群，而且係按照固定嘅比例分佈喺世界各個嘅地方。無論係群體嘅大小，我哋都會發現蠢人嘅比例係差唔多一樣嘅。咁呢件事就令我諗起有一個叫做80-20嘅定律，佢哋往往都會提起一啲優秀嘅公司裏邊，通常有80% 嘅人都會做得好好，而有20% 嘅人就係永遠。翻去呢本書咧，作者就話，就算係一啲社會上高嘅精英，例如諾貝爾得獎者，佢哋亦都有蠢人嘅比例部分，而愚蠢嘅人嘅比例亦都唔會因為你嘅性別，究竟你係住喺第三世界開發緊嘅國家，定係一啲已經完全開發咗嘅國家裏邊會有所差別。而喺第3條定律嘅時候，作者就定義咗蠢人。蠢人嘅定義咧就係損人又不利己嘅人，甚至有可能會危害到自己。喺呢件事上邊都幾有趣嘅，因為咧作者其實分開咗4個部分啦。如果一啲諗到方法去有益自己，亦都利他人嘅人，即係我哋所講嘅 win-win situation 嘅時候，咁呢啲人就係叫智者。如果有另外一 type 人搶人哋嘅嘢，令到人哋受到傷害，但係自己得益嘅話咧，呢啲叫土匪。相反，如果有啲人係損害自己嘅利益而令到其他人得益，佢哋就係弱者。蠢人喺邊度呢？蠢人就啱啱係擺喺損人又不利己嘅位置。咁可能大家都會諗，點解啲人會咁傻啊，做蠢人嘅，做一啲損人又唔利己嘅事？咁但係作者就指出啦，蠢人佢哋做嘢嘅時候，其實你係唔可以用一個理性嘅方法去檢視佢嘅。佢哋做嘅愚蠢行為係唔可以被理解，亦都唔可以被邏輯去判斷出嚟。所以當我哋撞到愚蠢嘅人嘅時候，其實我哋大部分都係避無可避。而且蠢人出現嘅時候，對你嘅損害係唔可以被預計，亦都唔會係一致嘅。咁你都會明白一樣嘢，如果一個人好有邏輯咁樣行動嘅時候，你會有機會預判得到究竟對方係乜嘢嘅時候會做出啲咩動作。但係當你撞到愚蠢嘅人嘅時候咧，呢一啲全部嘅嘢都不成立。而且作者仲指出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啦。假設你一個土匪，即係你係喺一個自己得益而搶咗他人利益嘅位置啦。喺土匪呢個位置咧，其實都可以分開2個部分嘅。有一啲就係略帶聰明嘅土匪，咁佢哋擺喺一個圖嘅位置咧，就係比較接近智者嗰邊嘅。而咧，如果略帶愚蠢嘅土匪咧，佢哋就會擺喺比較接近蠢人嘅位置嘅。作者亦都講到，其實愚蠢咧係會傳染嘅。
當呢個社會有唔同嘅資訊爆發嘅時候，蠢人就會變得越嚟越蠢，但係聰明嘅土匪呢就會越嚟越傾向智者嗰一邊。嚟到蠢人定律嘅第4條，佢裏邊就話啦，非蠢人老是低估蠢人的破壞力，尤其是容易忘記，凡是與蠢人來往或打交道的時候，不分時間、地點或場合，最後只會付出極高的代價嚟證明返自己當初係大錯特錯。例如上一次有某一個人損害咗你嘅利益，而你亦都覺得呢一個人好愚蠢嘅時候呢，往往你隔一段時間就會唔記得咗，然之後可能你會去原諒、去包容，或者想俾多次機會呢一個人。但係喺呢本書裏邊個作者就提到，其實愚蠢嘅人係唔會改變嘅。當你再行近佢嘅時候，呢一個損人又不利己嘅情況會繼續，唔知幾時嘅時候會出現。作者指出，如果你係選擇去咁樣做，其實你只不過係俾蠢人有更大嘅舞台去發揮自己嘅天賦。好多人會去包容或者嘗試原諒呢啲嘅蠢人，會將佢哋誤以為係一個弱者，但係其實咁樣就會誤解咗愚蠢嘅本質啦。喺歷史嚟講，咁多年喺公共領域、喺權力、喺宗教嗰方面也好，冇考慮到第4條定律嘅人大有人在，所以人類就蒙受咗難以估計嘅損失。到第5條定律啦，蠢人係最危險嘅人類，佢哋嘅存在係比土匪嘅存在更加可怕。原因就係當一個土匪佢令自己得益而搶咗其他人嘅利益嘅時候，其實喺社會嘅整體上邊係冇變好，亦都冇變壞，其實只不過係一個零和遊戲。但係呢個社會上高係有蠢人，佢哋會做出損人而不利己嘅事，咁社會整體嚟講都係受到一個極大嘅傷害。蠢人嘅出現係唔受時間、空間、種族同埋階級同埋歷史而影響嘅。所以如果你個腦裏邊諗會唔會新興嘅國家佢裏邊蠢人嘅比例會高啲呢？咁你就大錯不錯啦。書裏邊提到差別嘅原因，第一，蠢人喺其他嘅成員默許之下會變得更加活躍，採取得更加多嘅行動，所以呢個就係引致社會衰敗嘅原因。試諗下，如果呢一啲愚蠢嘅人出現喺一個社會嘅權力階級，或者係一啲公司裏邊嘅高層，咁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啦。好可惜嘅係，有唔少愚蠢嘅人真係喺精英嘅階級裏邊。點解會存在喺呢個精英嘅階級？係因為遺傳。呢一啲人唔單止遺傳咗大量嘅愚蠢基因，仲要係自出娘胎就隸屬於精英嘅群體。喺呢個世界上，仍然有好多地方係會有階級同埋種姓嘅制度。呢一啲都係社會安排出嚟嘅結構。而由於作者係處於工業革命嘅年代，佢就提到當代嘅工業世界階級或者種姓嘅制度都應該廢止咗，而宗教嘅影響亦都逐漸式微，但係取而代之就係一啲政黨同埋文官嘅體系啦。呢兩樣嘢都能夠令到愚蠢嘅人有另外一個發揮嘅舞台。而且書裏邊亦都講到，當大家提倡緊民主制度裏邊，當中選票係喺蠢人嘅手裏邊嘅，咁佢哋自自然然就會擁護一個愚蠢嘅候選人，所以當權者裏邊愚蠢嘅比例係避免唔到嘅。講咗好多愚蠢嘅人嘅特徵或者一啲定律啦，但係好多時你都會成日會同一啲蠢人嘅相處嘅。古希臘學家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會俾到一個答案你。Aristotle 有提過人係一啲社會嘅動物，而且喺社會裏面嘅相處嘅時候，大部分嘅群體活動啦，已婚嘅人都係多於王老五或者一啲獨身嘅女郎。人亦都會將大量嘅金錢同埋時間花費喺令人好攰或者無聊嘅社交聚會，因為大部分嘅人都想避開孤獨呢一個詞語，而孤獨一詞亦都帶有負面嘅意思。好多人都會怕自己唔出去交際，會損失咗啲有用嘅資訊。再諗下自己嘅日常，好多時有一啲人我哋都唔好想去接觸，但係由於我哋怕自己嘅不作為會引起一啲嘅損失，亦都唔想俾人冠以孤獨嘅名號，就強迫自己做一啲自己唔喜歡嘅事。尤其是喺一間公司裏邊，相信大家都好有經驗。
因為工作嘅原因要被逼同一啲好麻煩嘅同事湊喺一齊，甚至乎同一啲唔係好啱傾嘅飯腳，夾硬都要一齊食飯。其實喺呢啲嘅時候，你已經不知不覺咁樣做咗一個愚蠢嘅人，因為根據頭先嘅定律，蠢人係損人，亦唔利己。想問一問你哋又覺得自己擔演緊啲咩角色呢？又或者你哋遇過愚蠢嘅人嘅經歷又係點㗎？歡迎大家喺樓下留言，我哋下次再見。